我是陈嘉玲，一个住伫台北，毋过永远毋是台北人的台南查囝。今年39岁，这世人上高的，就是伫咧翕相的时阵目睭磕磕，嘿嘿，就是安尼。江显荣，我第3个男朋友，斗阵4年，住做伙3年半。讲是咱女朋友，阮即马较亲像是室友，困做伙室友。不想生小孩啊？你不结婚？顺其自然啊。他体力超好的，一个晚上是可以来7次。很幸福哦。陈嘉玲啊，阿摆吼，你若大汉哦，就紧嫁嫁，唔通像恁万哥啊啦，想东想西，想愈济吼，就愈歹嫁。陈嘉玲在干嘛？结婚戒指呢？安娜，心痛啊你！妈，婚纱是嘉玲要穿的，挑她自己喜欢的就好了。你妈是不是住这个社区啊？她该不会跟房东太太一样，随时随地都会上来吧？不会吧？哦，不会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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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吧。你说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只要一看到我，这里就有很多小蝴蝶在飞。神经病！等一下，我的手机。这哪亲像查人的争吵？你若7早8早去互困去，你就会亲像这粒石刻，烂糊糊，无价值。陈嘉玲，我们从头来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想分手。我已经40岁了，没有公司会栽培我也没有办法转行了，我能够做什么？那这阵你无嫁嘛真多啊！对啦，我若听阿嬷的话，早早嫁嫁。安尼讲过一世人就好啊。我是咧关心你呢。对啦对，恁拢认为我头壳歹去，叫你好对象无爱，叫你好工课嘛无爱，我这个年岁嫁袂出去，互恁真见笑。对，我就是无路用的人，互恁失望啊，歹势。